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？是。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？是，我是怀疑他。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？老师，丹阳没有时间了。我听厂医院的专家说，他如果再醒不过来，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。我们现在只能冒这个险。至少我相信白明翰的技术，而且场地是在厂医院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动什么手脚。请老师批准。你是在拿季丹阳的生命做赌注，你的心乱了。就是因为躺在那儿的季丹阳吗？啊，老师，我好了。白明翰是怎么说的？我听得出来，白明翰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敢。我猜，他心里应该是有顾虑，但他现在已经答应我了，哪怕是为了白慧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。老师，时间紧迫，望您批准。白大夫。啊，我有个请求啊，我现在需要的只是心境，你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能离开这个屋子？白大夫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你不懂针灸，搭不上手的。白大夫，请您理解一下，这次的治疗非常重要，有人留在这儿，万一出现什么问题，好有人为您作证。既然您跟红梅熟，就让她留下，我们都出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就拜托您了。我们走吧。走。8号床是这个药吗？是。白慧，别担心了啊，你爸的医术你还没信心啊？我爸说，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这种病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？没事儿啊。这都把老爹都请来了，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？心机重着呢。啊，中医的针具啊，分9针，这叫长针，也叫环跳针，可以取啊深斜远避。夏院长，您觉得这经过治疗以后，效果会怎么样？从白大夫上次给张阿水治疗的情况来看，我觉得此人医术深不可测，还是会有希望的。太溪穴是哪儿？脚，哦，脚踝。楚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刘女，夏院长，我听媳妇说，白大夫在给丹阳治疗。您别太担心了，
我想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白大夫，您有把握吗？他什么时候能醒？很快。很快。太好了。但是醒过来以后啊，还得看看情况啊。能站起来吗？当然，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。好。红梅，大阳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？红梅，大阳，大阳，白大夫，他是……他需要安静。好，安静。白大夫，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呀？我这也是为了小慧呀。潘公安，你们到底要查的什么呀？我们只是想知道，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也想知道小慧究竟看到了什么。您了解情况？我不知道。我是真的挺佩服你的胆量啊，疑心重重，依然敢让我来救人。白大夫，谢谢您，是我佩服您，可以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。我是行医的，给患者治病是得专心致志啊。爸爸，他怎么样了？哎，很快就会醒的，只是现在呀，还有点虚弱。真的啊？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？他年轻，身体好，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小薇，好好上班吧，爸爸回去了。爸爸，我送送您。哎呦，还送我？对了，记住，公安的同志如果问你什么呀，你就直接跟人家说，不要委屈自己啊。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，在咱们这个家里啊，没有坏人，都是好人。安心上班吧。爸，你慢点啊。怎么样？他还没醒过来？队长，既然昨天白大夫治疗的时候醒了一次，我想他应该很快会醒过来。你在这儿也守了1天1夜了，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。我不累，我想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什么时候能张口说话，这些都是未知数。这样，他醒来的第一时间，我通知你。记住，你现在是停职阶段，你这里的看护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命令你回去休息。队长，这是命令。是。回去吧。白慧，你爸爸真神了，居然家真的醒过来了，真的，那给你开心的，你快去看看吧啊！我现在还不能去看他。哎，你说咱们院领导也真是的，你跟季专家关系那么好，偏偏你不能上2楼。哎，
闪闪，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丹阳，拜托了。知道了，陈队长正在跟季专家问话呢，等他问完了我就过去，放心吧啊。好。丹阳，你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掉下悬崖？这些你还有没有印象？我丁杰要去采静默石，要下山崖。他怕我有危险，自己先下去。我刚要下，听见后面有声音，刚转头，后脑就被挨了一下。有见到人吗？没有。后脑挨了之后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，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白慧救你回来的。白慧。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。季专家是被人袭击之后，再被扔下悬崖的。知道季专家行程的人都排查过了吗？调查过了，罗珊珊、杜芳、张玲3位护士都没有问题。敌人既然不知道季专家的行程，又怎么会在犀牛角打伏击呢？而且丁杰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。我看现在只能撒网了，全面排查所有上山的人，不管是砍柴的，还是采药的。好，这件事情交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楚公他也证实了，那个地方真的会有惊鸿石。他们还想再去看看。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，顺便把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。童斌，对，你负责在厂医院保护季丹阳的安全。是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葛主任问白慧能不能回到2楼护理季丹阳，他觉得毕竟白慧了解季丹阳，您怎么看？白慧在季丹阳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问题，可以先让他回来。红梅啊，队长，不是让你回宿舍吗？怎么又过来拖地了？反正我也睡不着，拖地不违规吧？告诉你吧，季丹阳醒了。醒了？好。他现在状况怎么样？还算稳定吗？放心吧，他没事。通过询问呢，丹阳也告诉了我们2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跟丁杰说的完全吻合，丁杰没有问题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后脑被袭击，但他并没有看到袭击的人，所以说这又是个死结。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季专家上山的消息。张局长呢，让我通知你和丁杰正式复职，打起精神，投入战斗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你和白慧关系不错，你觉得白慧这个人怎么样？白慧？怎么突然问起她？通过询问和调查，我总觉得她像是隐瞒了些什么。隐瞒？如果是隐瞒的话，谁是最值得她去保护的那个人？最亲近的人。队长，你怀疑这件事情跟白明翰有关？我现在呢，也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。队长，我前2天听长生说，丹阳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应该说的是季丹阳落下来的位置。来，我画下给你看。你看啊，当时丹阳落下来的位置，我们通过现场勘查，刚好有一堆草堆。他如果再往左一点，或再往右一点的，很有可能就没命了。所以说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爸，丹阳醒了，领导批准我可以护理他了。这2天我要在医院值班。哦，对了，刚发的工资你收好。哎呀，爸爸不缺钱，不要。买点点心，吃点好的，别让我担心啊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哎，买点心够了。哎，好了，谢谢你。等我换班就回来看你。我走了。爸。谢谢您救了丹阳。小慧，跟爸爸说说，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哎呀，这么求爸爸给季专家救命，还不承认自己心里有他。就像您说的，我和他不是一个层面的人，我能跟他做朋友就挺开心的了。话是这么说的，冰炭不同炉，爸爸是担心呐，你呀会越陷越深。不会的，上班去了。爸。我相信你，绝对不是坏人。白慧，我都听说了，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，谢谢你，也替我谢谢你父亲。如果那天我能跟你一起的话，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。对不起，丹阳。说什么呢？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？对了，你父亲说没说我大概多久能好？差不多10天吧。他说过几天来给你复查。10天，还好，我真怕耽误了实验水池的进度。都躺下了还想着工作呢，你需要好好休息啊。珊珊，消毒时间到了，你去帮我拿个针头吧。好。吓坏了吗？丹阳，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掉下去的吗？我不是跟陈队长说了吗？被人袭击，我应该是被袭击者扔下山崖的。到底是谁呀？为什么要袭击你？我也想知道。不过我相信，陈队长一定会抓到他的。哎，红梅呢？他因为你的这次事故被停职了。干嘛听他指啊？又不是他带我去的东山。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你昏迷的这几天，他一直在陪护你，也好几天没合眼了。报告，丁姐，红梅，你也在啊？队长让我过来报道，随时待命。你看你这2天都没休息好吧？哎，发生这种事儿，这哪能睡得着啊？说起来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，现在我们都复职了，说什么也要查清楚。都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，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战友之间不要这样讲。那天我没控制好情绪，还冲你发了火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不，你妈的对，是你点醒了我，让我以后做事更加小心谨慎。丹阳，你终于醒了。
你可吓死我了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啊？让楚叔叔担心了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你要安心的养伤啊！养好了才能干工作。我还在赶紧设计实验水池呢。放心吧，还差最后一点，我帮你给补上了。下午我和裴章还有郭树去了一趟犀牛角，没想到那真有很多金红石。来，你看。太好了，这么多金红石，咱们有钛金属了。陈队长说了，那就是出事的地方，没想到真被你给找到了。你的这个发现够我们做几10次材料实验了。哎呀，为了水滴工程，为了钛金属，你几次上东山，你这个干劲儿啊，让我很欣慰。丹阳，这个金红石你拿着，做个纪念。谢谢。你醒了？什么时候醒的？真怕你就这么打瞌睡摔下去。你先担心你自己吧，喝点水啊。你们真不用这样守着我。哟，知道心疼人了。起来啊！来，慢点啊。行吗？哎，这一下子啊，算是彻底把我打清醒了。我终于知道，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天天盯着我了。原来这敌人真的像鬼魅一样，说出现就出现。你知道就好。来，但是，就算是鬼魅，他也有个声响。你再好好想想，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、可疑的动静？真没听见。我也不像你警觉性那么高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在卢门也会发生和在香港一样的事情。怪我。那天我应该跟你一块儿上山。我知道，你停职是因为我。谁跟你说的？白慧是吧？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？我跟你说啊，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了，我跟丁杰都已经复职了，没事了。早啊，白慧。早啊。你是不是没睡好啊？这黑眼圈，要不我跟高主任请示一下吧，我也下班，给你倒倒班呗。我没事，赶紧换衣服工作吧。行。你生病这段时间，白慧挺辛苦的。他你还不了解吗？永远那么细致、认真，担心我的身体。当然了，也想知道究竟是谁袭击的我。你们还聊这事儿呢？这又不是机密，人家也就是随口一问。他也想早点抓到凶手吗？红梅姐，这么早就来了啊？我只带了他一个人的早餐。啊，没事儿，我一会儿去食堂吃。我才看不上病号餐呢。白慧，我这住完院，恐怕要胖10斤了。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，当然要多吃一点。啊，哎，我有手有脚，动嘴就行了，张嘴。
烫吗？我要是以后生病了，你能这么照顾我吗？我当然会了。先不说你是我姐，任何病人我都会一视同仁的。我志愿献身护理事业，奉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像南丁格尔一样，用真心爱心认真的对待每一位病人。行，别背了，看见了。哎，烫啊！百惠，我自己来吧，这样我真吃不下去。那你慢点啊。主公，您觉得这些图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按目前的建造能力啊，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。好了，这些个图纸可以送去晒图室了。哟，李科长，专家楼内还要检查，立即巡逻嘛，保卫你们专家楼的安全。郭叔，过来搭把手。哎，我方向都治过了，我来了啊！使力气，你倒是使点劲儿！我使着劲儿呢。我来，来，走你，倒是使点劲儿！我使着呢。哎呦，慢点放！李科长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你就别搬了，我们来。硬上来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说慢点啊！哎，你们慢点。你先生，1、2、3。1、2、3。昨天啊，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，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，发现了这种草药。很明显，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。怪不得白慧会问丹阳是谁袭击了他。他问了。昨天丹阳跟我说，白慧就是随口一问，但是很明显，这是他在关心他想保护的人。看来我们判断的方向是对的。当时的情况，白慧在山底，他父亲在山顶，很可能他并没有亲眼的看到，只是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某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线索，也在怀疑白大夫。如果真的是白明翰所为，那他为什么还敢来救济丹阳？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啊。是啊，这个白大夫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是他救了丹阳，我们应该去感谢一下他。好。我说总理同志，要么你就出去散散步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你这么盯着我，咱俩都尴尬。季专家，这是规定，我必须寸步不离的看着你，保护你是我们的任务。要不你上门口待会儿也成。你离我这么近，真没办法好好说。季专家，你别为难我。聊着呢，拿来吗？这是什么？檄文让我带来的一些演算纸和资料。同梅同志，这总没问题吧？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。哎，丹阳，这2道题你给算算。有点难度，给我1个小时。1个小时？啊，
足够了。你也别干看着。拿着救护室去找某汉车间牛师傅，让他帮我做一串手串，什么样子我跟他说过。交给我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哟，庞公安呐，白大夫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感谢您的。对，谢谢您治好了季专家。哎呦，谢什么呀？要谢应该谢给那个季专家呀，年轻，体质好。来，白大夫，我可得好好谢谢您。要不是您把这个季专家给治醒了，我现在还停职检查呢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哎，我这是医者本分，干嘛这么客气呢？我们给您放那儿。对，应该的。您今天又去采药了？采药当年自己采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东山这也很少去了。现在就是靠这些采药的人把药采来，这卖给我就行了，怎么？刚收了一筐，还得赶快收拾出来，要不然就烂掉了。你们坐。正好，白大夫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您呀就歇会儿。哪能让你们公安同志受累呢？我来。别客气，来，丁姐。那好吧。不，你再干这个，把那量好的装到这里就行了。慢点，这上面有小刺儿。白大夫，这些草药为什么要晒干呀？晒干才好用啊，夏季呀，1天就能晒干。昨天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，长生在鸡丹阳出事的地方呢，发现了这种草药。阴雨天这就不好说了。好。白大夫，这采药是不是也有门道，也分时候啊？那当然了，一般都是上午啊、早晨，这是最好。过了中午不好用了。这是什么药啊？茜草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也叫茜草，活血化瘀，一般跌打损伤用它是最合适的了。也是别人卖给您的？那怎么？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啊？红梅，你真觉得是白明翰行凶吗？要真是他的话，他完全没有必要救季丹阳，他就是不治，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呀。他院子里的草药跟队长那天在现场发现的一样，不光是种类一样，干湿程度也相似。我敢断定，白明翰那天就在东山。明白了。咖啡都凉了吧？能提神就好。怎么样？进展不大，还需要进行实验。罗马不是1天建成的吗？给。你去找丹阳了？除了人工计算机，谁能算这么快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找计算机聊聊。局长，这是您要的档案。红梅，这个档案肯定是你需要的。教会学校的事情我查过了，解放之前呢，那儿是一所孤儿院，有英文课。不过那栋建筑，在解放前就毁于炮火了。不是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查这个呀？灵武所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。姜老师，谢谢你。你父亲的事儿，我跟张局长一直没有调查清楚。这是解放前保密局里关于你父亲的资料。我跟老姜呢，都是你父亲的战友。我们这次来卢门，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水滴工程，还有一个，就是要找到烈士们的遗骨。卢门解放前夕，你父亲潜伏在保密局，营救保密局的我党同志。但是在49年的12月20号，卢门解放前3天，
你父亲遇害了，保密局的那帮刽子手杀害了被关押的同志，制造了国门惨案。21位烈士的鲜血。解放已经多年了，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。红梅，你父亲的事儿，张局一直是念念不忘。现在我们到了卢门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老师，凶手有线索吗？据说，策划行动的人是雪狼，不过解放以后，他就全无消息了。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的。水滴工程是国字号的工程，这个潜伏的特务肯定会蠢蠢欲动。就算是雪狼死了，也要找到他，给烈士们一个交代。真希望能赶快好起来，这样我就能大干一场。水池要一次性交出成功，这对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。楚工现在跟韩厂长已经在管理规划各个部门，等你身体恢复好了，那边也就差不多了。再看一下这个，葛仁姐，他们聊多久了？季专家身体不能受风啊，放心，我看着时间呢。他那个面积的计算结果和之前设计的，你看人家2个人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？他们俩都是专家组的，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。百惠，你得抓紧了，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可云姐，你别这么说，真是说了也白说。看着点时间啊，哎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还没聊完呢。可以了，说好了15分钟的，你要多休息。我已经跟郭树说了，以后不准给你送题了。你们不给我提算，但是我算了另外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从数学角度论证，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。行，谢谢你，丹阳，我会再计算的。希文姐，聊好啦？啊。丹阳，你们聊什么呢？怎么把希文姐聊得那么沉重啊？工程上的事，没什么有趣的，咱们回去吧。好。哎，媳妇儿，这实验室的水池图纸都已经通过论证了，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。丹阳说，从数学上来看，稳定器不可能安装在潜艇上。你接受吗？反正我是不接受。我也算过很多次，它可能是对的。我们得到的学术资料上确确实实有，我实在想不通外国人是怎么做到的。我们不能因为算不通，所以就放弃。这潜艇的稳定器是必须的，除非数学能够论证，没有稳定器它不影响稳定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是认为啊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关键而已。红梅姐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还让我换便装，我还得护理丹阳呢。你这2天也辛苦了，所以今天我帮你请了假，歇歇缓缓。啊？那丹阳他……放心，跟葛主任已经交代好了，珊珊替你值班，这你放心了吧？行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谢谢红梅姐。同志，这是您的酒。谢谢。红梅姐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这是发工资了吗？还请我吃饭？我觉得你要是想吃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做多好啊。
这段时间你父亲治醒了丹阳，你又一直照顾他这么辛苦，我理应好好感谢你。谢就谢呗，还喝酒。如果不是你爸爸，丹阳要是醒不过来，我会自责一辈子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丹阳醒了，而且还恢复的挺好的，是吧？姐敬你，祝愿丹阳早日康复。白大夫，有，脚恢复的挺快呀，真是多亏白大夫治得好，恢复得好。以后多加小心吧，再伤可就残废了。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了？你是姜太公钓鱼，可惜呀，没有鱼上钩。白大夫现在俨然一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，把季丹阳推下山去，还能给他救过来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你是不是以为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，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？我把他救了，才能摘除我身上的嫌疑。以你的能力，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。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，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，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？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？现在这就很明显了，我救了季丹阳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，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水滴工程的情况。原来如此，鬼枭就是鬼枭，老谋深算。哼，不是我老谋深算。哎呀，只是没想到老头子留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！哼哼，怎么办？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。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他不见我，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还能跟台湾联系？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？你信不信？没有你们这帮家伙，老子照样抢头功。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。许郎见不见你，那是他的事儿。主任，我在想这个鬼枭啊，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，他表现得沉着冷静，出手果断，不露生死，即便出现了纰漏，也解决得举重若轻。深得我心。相比你那个壁虎，可强多了。他太急躁了。但也不难看出，鬼枭急于跟雪郎见面。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我告诉你，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，你唯一能做的叫静观其变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嘛，有软肋。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。你告诉雪郎，
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。哎，叶田那边怎么样？他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。叶家说，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，根本不肯合作。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啊，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？啊？你慢点儿。我都喝完半坛了，你这一杯还没喝完。我不太会喝酒，你多吃点菜吧，这菜好吃。哎，我想起来，咱们刚认识那会儿，我一直怀疑你，还怀疑你爸。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地救治丹阳，我打心眼里感谢他，真的。别总谢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，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，杭红梅，你这个性格吧，一定要改，太得罪人了，脾气又大。我有时候也觉得，我的性格真的不好。谁说的？我就很喜欢你，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外刚内柔，有的时候还挺憨直可爱的。不是，我觉得女孩子呢，就应该像你一样，温柔如水。笑什么？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。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。我记得当时卫校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，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，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。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，丹阳、陈队长，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，还挺关心你的。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包容包容我，也就是你能喜欢我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你认我做姐姐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。你别这么说，红梅姐。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，遇到什么问题，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，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，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红梅姐，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。百惠，那我就说了，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，你父亲
呀？是小慧吗？啊，是我爸。哎呦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爸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那你不舒服啊？小慧，你不是这几天在厂里在医院住吗？怎么跑回来了？红梅姐帮我请假了，我正好回来看看你。你这，你怎么还发烧了？哎呀，没事。我这出去啊，可能穿的少了，受凉了。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？走，带你去医院。哎呀，上什么医院？爸爸是大夫，自己熬的药都吃完了，睡一觉就好了，放心吧。行了，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，累了，去休息啊。那你吃饭了吗？啊，不饿。什么不饿？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，我给你做饭去啊。哎，不用啊，我不吃。哎，小慧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别做了。哎呀。别害怕，爸爸，你受伤了。哎呀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爸爸在这儿啊，爸爸在这儿。哎呀，你骗我！哎呀，好了，告诉爸爸，这几天怎么吃的饭？我自己烧的。哎呀，真乖，真乖。好了，不难过啊，不难过。爸，我喂你。哎呦呵，你喂我，放那儿我自己吃，没那么娇气。哎，你慢点，我来。哎呦，叫你这么一搞啊，爸爸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。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，吃药了不吃饭，多伤胃。哼，还是女儿好啊。披着点。好。你吃过饭了？吃了。别说，还真是饿了。小慧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爸，你腿上的枪伤，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？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？就是最近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，心里不踏实。哎呀，小慧，有什么不踏实的？过去那兵荒马乱的，现在这是新中国了，你怕什么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。爸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那天在东山上，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？
你还在怀疑爸爸吗？我不是怀疑你，我怕你遇见他。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？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，公安会查到你。查我什么呢？东山那是大家的呀，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？啊，就我上山查我。哎，不吃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您也休息吧。爸。嗯。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。她说，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，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。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，爸，你藏不住的。我藏什么呢？我藏什么呢？我怎么？哎呀，行，哎呀，爸，无论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爸，我会一直照顾你，伺候你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给你做饭、洗衣服。我承认，我是怕，我怕是你。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，这句话就这么难吗？哎，行，爸爸跟你说，不是我，行吗？哎呀，行了，累了一天了，快去休息吧，别折磨自己了，早点休息，这样，去吧。早点睡。队长，是怎么了？喝酒了？我在想白慧。说说，想哪儿了？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，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，他还有没说的话。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。队长，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。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？毕竟白明翰治好了鸡丹阳。是啊，所以我也想不明白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停车检查，请出示证件。好吧，谢谢。报警！哎，都慢着点啊，这都是精密仪器。你这领导受累也受累啊！好，你的去吧。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！赖师傅，哟，今天又是你来送货呀？听着点啊，这可是给技专家搭架子的。师傅，那咋这么沉啊？都是精密仪器，能不沉吗？轻拿轻放啊！好，带路，全都放库房。最近忙不忙啊？你还敢来找我？我正常送货，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实验水池浇筑那天晚上，外单位车辆不让进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！
这是规定。规定？有你李科长在，什么规定不规定的？你想死别拉上我。这个时候不要说气话，啊！石岩水池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。许王可说了啊，他明白你的意思，他说了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。我凭什么信你？那你找芊芊说去啊，以后广州那边来人你自己聊，啊！哎，小张，哎，你检查一下车啊，看一下刹车片。好嘞，师傅。怎么样？把钱和证件给我准备好，把后路给我准备好。没问题。队长，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，一共找到5个，1个采药的，2个砍柴的，还有一对情侣。采药上山的人是谁啊？是个农妇，名叫苗慧兰。队长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白明翰当天在山上。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，他说当天看到白明翰上山了。还真是如此。时间对上了？对上了，下午3点左右，在东山的犀牛角。霍老头还不能确定。队长，白大夫来了，说有事情要交代。你都算这么半天了，算什么呢？我在算启动稳定器，我怎么算，它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。但是习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。我看他都快魔怔了，就帮他算算，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。哼，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？科学家嘛，不就是要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，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？哦。哎，这一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。就这一点吗？只有这一点。你怎么又在工作呀？跟你说多少次了要注意休息，身体还没好呢，不知道吗？马上算完了。看见没有，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，那你总该休息了吧？行，现在休息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得红梅姐逼着你，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？哼，我可管不了他。哎，红梅姐，你昨晚还好吗？喝多了吗？哎呀，我发现你这酒量……等，喝多？你们俩？我这住着院呢，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，还喝酒？怎么，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？行了，等你出院了，我给你做个饭，再给你打酒，行了吧？吃呀，这还差不多。红梅，怎么了，童斌？白大夫来了，队长让你赶紧回去。白明翰。哦，这么说的话，丹阳出事的时候，您就在东山。对，我就在东山。啊，在犀牛角。不，老牛背，隔着2个山头呢。白大夫。恕我直言。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儿，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？哎呀，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。你看看你们这3番5次的来找我，怀疑我。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呢，心里她为我着急呀。这2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。唉，其实都怪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。事情是很简单的。因为一开始呢，我怕说出来以后啊，怕无事生非，引火上身呢。毕竟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，我怕说不好了，会影响我们家小慧这个前途啊，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。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呀，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，心理压力挺大。后来一想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所以这不
就来了。白大夫，在东山那天，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？其他的，这个我没太在意。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，采药一般您在上午10点之前，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？啊，甭管，我用的药啊，它是采药的时间呢，一般都是在午前，而且呢不能去根的。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？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，那就无所谓了，什么时间都行了。你看看，这还挺有收获的。哎呦，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，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。哦，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，是一个村妇。另外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前些天您去过前金巷，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，您还有没有印象？着火了！有，是我记得挺清楚的。当时我在那儿呢，听到有人喊救火，我当时一看，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。后来一想，自己这腿脚算了，别给添乱了。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？我是出诊，给人看病。啊，那请问您一下，患者的姓名？患者是傅西友，我的一个老病号了。白大夫，请您相信我们，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。当然了，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。白慧这边呢，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，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，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。好啊，谢谢，这给你们添麻烦，感谢。白大夫，把伞拿着吧。不用。慢点啊，白大夫。我们这刚查到东山，他就来找我们，你不觉得很蹊跷吗？队长，这让我想起来，上次张阿水受伤，也是他瞒不住了，所以才来报案。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。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？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，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？这里的逻辑关系啊，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我还以为你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，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翰啊！你这么做，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。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，帮他排除嫌疑。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，所以我才要保护他。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，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得，你总能说出理来。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。你这是偷换概念，强词夺理。谁偷换概念？谁强词夺理了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，对吧？不怀疑怎么找真相？你说的。我累了。以后啊，你怎么那么馋？中午吃多了。哎，老姜，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？邮寄，只有收件地址，没有寄件地址。这个贾周俊，又想隐藏在背后，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，这个人很自负啊。老姜，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么样？画得很不错，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，结构上都有问题。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，它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？窗户？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，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。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，这是在挑衅，太猖狂了。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。
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，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，可见这个贾周俊，就像郭局说的那样，很自负。老姜，以前找的那2个画画的老师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。是。还有，全是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。是。局长，画展还要开吗？他敢来，我们就敢办。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，满足他的虚荣心。是。把它交给老姜。是。喂。什么？贺习文专家失踪了？我命令立刻封锁消息，封锁所有的汽车站、火车站，还有公路。市局联合专项组全力破案，我亲自来督办。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场？报告局长，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，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1小时，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。东升，你说说案子吧。是，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场消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通知了常保卫科与司机小好一起去往火车站。因为赶时间，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，没想到车爆胎了。修车的时候呢，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。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，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。至于他没有发生，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。踏下的鞋印也可以判断，嫌疑人为男性。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？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，所以……局长，是我安排不当，请求处分。如果贺专家出场是临时起意，那绑匪怎么知道的？不仅知道他出场的时间，知道他的路径，还知道车会抛锚。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，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。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，那一片荒山野岭，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？计算时间，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也就40多分钟，他们反应太快了。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，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，有没有封锁消息？封锁了，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，时间上我们封锁不了太久。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，会打击我们的士气，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。我命令，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。是。经过调查，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，跟季丹阳说过，跟牛师傅也说过，也跟楚工打过招呼。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。算下来，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，大概有21人，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。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场？报告，张局，这些人都没有出场记录，
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？报告老师，已经调查过了，往场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，这其中都是从机关、从办公室打出去的。喂，专项组，找陈东升，说说贺专家的事。我是陈队长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我说我是周俊，你信吗？你是那个假周俊？说吧，人是不是在你手上？那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？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。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扭到屁股上去了？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？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，才有的跟我谈。你们那儿都找不到人了，还要管我要证明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厂东面鹤草房子底下自己去找，小溪有炸弹。你快去看一下吧。是，林杰。是。李光明。非常时期，全场都要加强戒备，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。是。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！明白。知道贺专家出场的人，之前给场外打电话的人，我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。把这个人找出来。是。老师，已经查到了，电话来自于西马路的一个商铺，是道街的电话线。这个贾周俊又绑架贺专家，又参加画展，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？目的是什么？现在还不清楚，要看东升他们能带回什么东西来了。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：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。就这里。林健，是。我去那边。林杰，哎，你看，陈队长亲戚，若想救出贺专家平安无事，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，交出季丹阳的笔记本、时间、地址，再行通知。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？我也在猜测，是不是我们厂内有什么内鬼？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贾周俊是通过道街商铺电话打来的，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。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，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。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。是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出来！出来！救命啊！来人！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，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，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，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，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，所以推断，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。这是什么？哦，
这个我熟，米斗，2米的工具。小时候家里穷，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，这都是大斗进小斗出，这一般只有在粮仓、米站、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。你看这上面，这用篆书写的吉祥如意，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。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。你们看，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根木棍，这应该不是农具吧？虽然陈旧，但看着挺别致的。它叫劳伦迪斯，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。解放前呢，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，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，都叫它狮子钟。像这样罕见的物件，在卢门应该没几件。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？窗栅栏外面还有树枝呢。队长，这米仓呢，我知道，这个窗户不会太大，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、麻雀什么的，还得防盗，只要能通风就行。队长，你看，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？司机说，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40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，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。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、房间的大小、窗户的大小，还有透光度的不同。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？大概40公分见方。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。先按这个算，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点40分这个关键的时间点，由他再去做推算，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。这个方法是可以的，我们根据卢门的经纬度，大概的可以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。同志们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立刻行动。是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是个专家，又是个读书人，我不想让你难堪。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、进展，包括实验水池，都跟我说一说。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？你休想！贺专家，你别忘了，我既然能绑了你，我也能把你杀了。